你们看这大家平安咱练习的时间已经到，请咱将信息提起来吼，放伫咱做迄个椅仔的头前。咱来今仔日有圣礼典吼，所以咱先来练习圣礼典的时阵要唱的歌，圣诗第361首，圣诗第361首，圣诗第361首。咱先听苏琴对头到尾弹一解，对头弹一解，从头弹一次，谢谢。咱在准备吟诗的时阵吼，请咱共时阵安静咱的心，来准备今仔日的礼拜。好，咱这首要来唱全首吼，第1节、第2节、第3节。来，求信心感动观强臂，红烛呀，亲戚高贵，给那无能撒浪主起，观看心的当主贵，阿利路亚，阿利路亚，梦里撒苦情宝贵。第2节，第2是我主的行动，空基督信仰这道，感谢主万民的上帝，当被名旁归天空。阿利路亚，阿利路亚，教会有为接纳坚固。第3节，将大日先挂甲领家，弄变水的天家训，变望山关心甲困穷，献出这真是家训。阿利路亚，阿利路亚，恭喜我在心天线。好，第2首咱来唱圣诗第300首。圣诗第300首，阮真感谢你至诚仁爱。这首圣诗的前奏有较长吼，所以请咱等下练习的时阵爱小看听一下。搁一开始的时阵有一个真短的小指符吼，8分音符，所以伊的唱起来有一点仔是安尼，蹦冠真感谢你吼，所以咱莫手拍吼，就是小可动一下安尼好。咱来唱，咱来练习第1节甲第2节，请先请苏琴对头到尾弹一解了，咱才斗阵来唱吼。因为这首圣诗的歌词有一点仔小无共，若是会当，请咱在唱的时阵将圣诗摕起来看吼。好，来。万情感谢你，至诚仁爱，你救关托的必上挂盖，所关无后悔。
好，咱唱第300首的时阵，爱小可注意一点，就是这首圣诗伊是因为伊是8分音符写的，所以伊是迄种一直在头前行的迄种感觉吼。所以虽讲咱唱，咱的速度毋是真紧，要千万毋通拖，你若拖起来，迄个行路前行的迄个感觉，规个拢无去啊吼。咱搁来唱第2节，搁来唱一届。来，为所属开那关来开后，随进大悲家，勇敢行动，下辈关对着写下灵心，大欢喜快乐，也听个好。过过来，咱来看今仔日要唱的第1首的圣诗，第圣诗是第54首，圣诗第54首，天使歌声对天来。咱先来唱第1节吼。3来，天使歌声对天来，关山归云滔天来，地表下雨晴晓了，好听高贵边地响，好，这首圣诗咱作写，所以咱若无看圣诗，咱就毋知影讲，其实咱有一个所在拢唱毋着吼。唱毋着的所在，就是伫咱上色的副歌迄个所在，伊是落珠，咱拢做爱唱落珠吼，毋是吼。头拄连新歌队嘛有人唱毋着吼，就是落珠。因为指挥头拄阮在练是有1000台、10000台，所以请咱在唱的时阵毋通唱毋着吼。咱搁来唱第2节。3来，我家乡苏多欢喜，快乐歌声不停息，虾米消息对传播，和平现在今仔日的练习就到这，请咱备办心今仔日的礼拜。这第3主日要点到湖南甲西的垃圾，上顶宣告甲喜乐。今仔日的服侍当工、读经、行政部门第2中执事、祈祷，也都屯诗班倪碧轩队长，点击少年团契朱家怡会长。
以赛亚书第35章，旷野甲焦燥的地要欢喜，沙漠要快乐，亲像玫瑰开花，玫瑰要开花无胜，要欢喜欢呼，伊有黎巴嫩的灵光，要得到加美甲沙伦的光彩，因会看见上主的荣耀，见到咱上帝的光彩，就互软弱的心着手坚强，互无力的骹头乌徛在。心肝惊吓的人，恁着对因讲，着坚强，毋免惊。恁看，恁的上帝要来伸冤，上帝一定会施行报应来拯救恁。迄时，失明的人目睭会看见，失聪的人耳孔会听见，骹歹的人会亲像路着跳，袂讲话的人会欢喜唱歌。风暴要有水涨出，沙漠要有江河在流。炎热的沙地要变作水池，焦燥的土地要变作泉源。栽农大的所在会发青草、芦苇甲蒲草，伫遐要有一条大路，人家伊叫做圣路。无清气的人，拢袂对着遐经过。迄条路是为着上帝子民做的，行迄条路的人，连戆人拢袂迷路。伫遐无狮、凶猛的野兽嘛袂出现。伫遐人袂对着野兽，只有受救赎的人会行迄条路。上主赎回的人会倒转来，唱歌来得谢安。永远的喜乐会做因的花冠，因会欢喜快乐，袂阁有悲伤吐气。咱做伙祈祷，以马内利的主，稳定甲疼痛的上帝，阮感谢你，你将阮对罪恶甲死亡的关系中救赎出来，互阮会当甲基督结连，甲你和好，搁甲人和好。你是阮你是伫旷野开道路。伫沙漠开江河，全能的上帝，只有你伫你大权能的十股下，阮才会当安心，无伫挂虑，因为伊是一定得胜，也已经得胜的君王。主啊，你知影阮人是真有限，阁非常软弱，伫世间常常为着身躯的病痛。心灵的忧闷，在挂心艰苦，也为着学业、工作、家庭，规日在走踪无闲，却无采工，生活真无快乐。这几年，世界确实大震动 ，COVID-19 改变大家的生活，中国武力侵犯台湾的威胁一直逼我，这拢互阮非常惊吓不安。总是，阮深知你是阮唯一的倚靠，求你帮助阮全然信靠主耶稣来得胜，单单仰望主，无搁靠家己的气力，恳求主守护阮生的活命，守护你的话语，加做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时刻引带阮照你的教示去行。信心伫阮内面，加做活水的水泉，每一工庆出满足的平安甲喜乐。愿一切荣光归伫上帝，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门。宣告：哈利路亚！称赞上主，就伫上帝的圣所称赞伊，就伫显出伊全能的强枪俄罗伊，就因为伊大权能的作为称赞伊，因为伊的至尊至大俄罗伊，
所有会喘气的，拢着称赞上主，着称赞主以色列上帝，因为伊有看顾，佮救赎伊的子民。伊对伊的仆人大卫的家，甲咱设立一位有大气力的拯救者。今仔日是大降节的第3主日，咱用欢喜迎日。做伙来吟圣诗54首，圣诗54首，天使歌声对天来，请起立来吟。请咱游玩徛地，三甲额头来祈祷。至尊至圣的天父上帝，踮伫你的圣殿内，阮要用敬畏的心，伫你的大阳光中来学乐。伫圣诞节期中，阮搁一摆感谢你，感谢因为你愿意将你的独生囝主耶稣基督赏赐予阮，予伊降临伫世间，成做阮的帮赞，阮的救主。今仔日是大降节节期第3主日，主题是喜乐甲宣告。阮点着第3支粉红色的蜡烛，上顶是天使向各样的人宣布救主降生喜乐的好消息。救主耶稣诞生的故事，虽然一摆搁一摆咧传讲，总是伫阮心内永远是搁新搁活的故事，催逼阮来思考。上帝无互圣囝伫世间尊贵的王位中降世，反倒互伊伫卑微中用挂伫十字架顶献出特殊的代价来拯救世人，互阮有机会通甲上帝国好。愿接受主大恩的罪人，伫大降节的时，的确着反省家己，减有将主耶稣的教示，成做阮生活准则。减有学习伊爱真心真意听主你的上帝，
兼有疼厝边亲像家己。阮伫你的面前认罪，求主赦免阮的自大、骄傲的心。阮嘴讲敬畏，却常常行为懒散，无心听谈道理，总是掠家己做牛。求主赦免阮的罪过，通互阮有清气的心，行伫正直的道路，你学习主的款式，拍拼做工，无嫌劳苦，尊主最大。时常警醒，伫敬畏中听候主过来。迎接圣诞，传好消息，透过教会备办各种的福音事工，互阮有机会邀请阮的亲戚好友来到教会来认识耶稣，做伙参与福音的见证会、预备会，体会信主的人迄种赢过世间一切大福气。阮也真心备办音乐会来欢迎甲邀请厝边朋友来参与圣诞的平安眠的活动。伫主日礼拜中举行赞美礼拜，借着音乐，通过圣神的感动做工，互人通体会上帝伟大的创造，甲认识主耶稣。阮感谢上帝，互阮有机会使用阮，成做福音的出口，通也福音的种子伫每一位朋友的心里。求主保守阮所做一切。阮的祈祷无完全，所以阮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安尼祈祷讲：愿你天理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也伫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日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坐。请咱掀开圣诗后面刻印文29篇，刻印文29篇，这是出自诗篇119篇，咱做伙来刻印。行为无通职责，这款人有福气，听谈上主的教示。这款人真福气，少年人着安怎互生活顺捷？上主啊，我要专心追求你。我将你的话藏伫心里，求你开我的目睭。我的心悲伤甲要喙去，求你予我无行虚假的道路，求你予我袂意爱虚假。伫患难中，我得到安慰。我受管教对我有利益。我若毋是意爱你的律法，我实在真意爱你的律法。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你的话一个解说就发出光，你的公义煞到永远。这是来吟圣诗300首，圣诗300首。我真感谢你至诚仁爱，请起立来吟。Thank you.
做伙来祈祷。至尊的天父上帝，你拣选阮做你的囝儿，用恩光尊贵，互阮做免流。因为这个身份，互阮会通直接拄着你的面前敬拜，好搭伫你的殿宇求问。这是何等的福气，何等的光荣，阮感谢你。当阮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恳求你清去阮的心，圣洁阮的灵，会通用神用真实来敬拜你。搁恳求你将属天的美娘赏赐阮，互阮的灵命日日永驻，通伫属灵的财帛加添，搁较侪天，来成就你所应允的福气。伫大降节这期欢喜听候救主降生，搁较得以提出行动，快来传播好消息。恳求圣神光照阮，做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阮咱的恳求是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做伙来共读圣经。今日的经文是记载伫马可福音第9章第20到29节。马可福音第9章第20到29节，这是上帝的话，请咱注意看，听我来读。第20节，6日后，耶稣带彼得、雅各甲约翰，跟他因家己爬上一座悬山，伫因的面前，耶稣形象忽然改变，伊的衫变到光影影，非常白。地上的漂白师傅嘛袂当漂甲遐尼白。迄时，以利亚甲摩西做伙出现，甲耶稣讲话。彼得对耶稣讲：“rabbi，咱伫遮真好，阮来搭3间寮仔，一间互你，一间互摩西，一间互以利亚。”彼得毋知着讲甚物，因为因非常惊吓。迄时有一片云甲因搭着，阁有声对云出来，讲：“这个是我所疼的囝，恁着听趁伊。”因赶紧四周围看一轮，只有看到耶稣，无别人伫遐。因落山时，耶稣命令因讲：“人子对死人中国外以前，毋通将所看见的事甲人讲。”因将耶稣的话藏伫心内，私下的议论对死人中国外这句话是甚物意思。因问耶稣是安怎经学老师告诉讲以利亚一定着先来。耶稣应讲：“以利亚一定着先来恢复一切。安尼，圣经才会记载讲，人子一定着受真侪苦难，搁互人藐视。”我甲恁讲，拄拄照圣经所记载，以利亚已经来啦。人照因的意思对待伊。因来到其他的门徒遐，看到一大群人伫甲因围着，有几若个经学教师甲因在辩论。群众一个看到耶稣，真着惊，随时走我去甲伊请安。耶稣问门徒讲：“恁甲因在辩论甚物？”群众的中间有一个应伊讲：“老师，我带我的囝来找你，伊互鬼附身袂讲话，无论伫倒位，鬼一个附身，甲伊摔倒，伊就母白婆烂，甲喙齿滚，规身躯圆哭哭。我请你的门徒甲鬼赶出去，因拢无法度。”耶稣甲因讲：“哎呀！毋信的世代，我甲恁住偌久？我阁着忍耐恁偌久？甲伊带来我遮，因就甲伊带来。迄个鬼一个看到耶稣，随时互迄个囡仔
抽掣，倒伫路骹误来误去，母被破烂。耶稣问伊的老爸：“伊安尼偌久啊？”伊应讲：“对细汉就安尼，鬼定定甲伊迄落火，车落水，要甲伊害死。你若会，求你可怜阮，帮助阮。”耶稣甲伊讲：“你哪会讲你若会？有信的人，逐项拢会。”囡仔的老爸随时话讲：“我信，我的信无够，求你赞我。”耶稣看到群众行我来，严严指迫迄个邪神讲：“你这个下狗，搁臭耳的鬼！我命令你对这个囡仔出来，唔准你搁入去。”鬼大声喊，互迄个囡仔大手抽踹，搁出去。迄个囡仔变做甲死人共款，所以大部分的人讲伊死去啦。总是耶稣牵囡仔的手，甲伊扶起来，伊就起来。耶稣入去厝内，伊的门徒私下甲伊问：“是安怎？阮无法度甲鬼赶出去？”耶稣应讲：“这种鬼只有靠祈祷才赶会出去。”圣经读到这，愿上帝赐福互听探伊的人，伊的话的人。下面要请阿萨诗班来献诗，带咱来敬拜。因要唱的诗歌是《着有光明》。
是请陈永文牧师来讲道，题目是山顶变貌，山下看鬼。主内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真感谢阿萨诗班用这个《着有光明》这首歌引带咱来敬拜上帝。咱今日的经文会讲起迄个神圣的光，通过耶稣伫山顶变貌显露出来，互咱要来认捌耶稣伊的真实的身份。今日嘛是抬杠节第3礼拜，伫即个主题是喜乐中间，咱也经验到甲主同在，要带来迄种的喜乐。今仔日咱也要领圣餐，甲主同坐倒，用即种期待的心情，咱来领受今仔日即段经文对咱的信息。耶稣伫山顶变貌是真特别的故事。咱伫即个经文内底看到耶稣真无共款。伫其他马可福音的记载，咱拢看见耶稣人性的迄面，伊会表现真人性迄种的关怀。就算伫迄个暴风雨中间，学生伫遐顾船，伊嘛会顾念着因真辛苦，叫因爱休困。总是今仔日即个故事内底，迄个人性敢若较无去，伊无情绪，伊嘛无做任何行动，伫山顶拢无讲半句话，只有伫荣耀中出现，若像真被动，互人看见伊迄个内在的本质。就是伊做上帝囝迄面显露出来，这通讲是一个真纯粹，伊要展现伊的超越性的即个故事。对这种真特别的故事，咱今日要怎样来理解这个故事？这个变貌的故事，佫分做2段。第20节到第8节，讲起伊伫山顶的显现。第9节到13节是因落山的时阵，伊甲门徒伫遐对话。头前这段到第8节是会通讲是一个真特别的宗教经验，这无法度用理性来了解，爱用感受、直观这种真直观，直接去理解，直接去感受、去体验。到后壁咧对话才倒转来。较属于理性，要认捌讲到底我看到是甚物。换一句来讲，今日这段经文，照着目睭看到、耳孔听见这种的语言，要传达这学生真短短的时间、真瞬间，却去经验到迄个神圣、永远的光的迄种的经验。神圣的临在，有时仔是咱抓袂牢的，但是伫迄中间，因仔亲像有淡薄仔晓悟，咱着爱互即个经文的即个语言保存伫遐，毋通用理性想要去理解。即个宗教经验充满神秘的光辉，佮带互人神圣的迄个敬畏，即个气力才会留咧。故事内面，咱读到种种宗教甲神秘的象征，那亲像旧约圣经内底上帝显现的时阵迄种情景。大圣看到咧，因去到悬山，悬山就是上接近天顶的所在，是一个启示的场所。摩西嘛捌带3个助手去山顶见到上帝，出来记24章，搁落去，咱搁看见上帝神圣临在，
的迄个云彩。无偌久，云内底阁有声音出来，这当然是上帝声。另外，耶稣的衫白色色，这也是上帝临在的光彩。亲像古早以色列人咧旷野看到火跳迄种的光彩，这种的光彩嘛，亲像摩西甲上帝讲话以后，伊的面发光。以色列人甲伊讲话的时阵，都爱搁用手巾仔甲面盖咧。这种的情景，特别伫圣经内底2本启示文学嘛出现，伫但以理、伫启示录，咱拢读到这种的情景。伫宝座，救主穿白衫、白色色。咱读马可福音读到这个时阵，耶稣一直拢还阁包伫伊迄个人性的迄个肉身内底。这个时阵，哪亲像无共款，伊哪亲像要对这三个伊上近也上核心的这个三个门徒，要展现伊神性的迄面，伊要互因看到伊，敢若属伫迄个王家的迄种的光彩。那亲像摩西甲三个助手看到以色列上帝，这三个门徒也有机会看到耶稣神性的迄面。初代教会要紧的教父，咱讲金翠约翰，伫讲到这段的时阵，伊安尼用真文学的表达，伊讲耶稣哪亲像甲伊的身躯内底拍开一个缝，一个缝拍开，互门徒看到伊内在的迄个神性。这种神秘经验，咱真少有。伫旧约的传统内底，嘛真稀罕，因为旧约常常安尼讲，看到上帝人会死。但是今仔日，耶稣身躯边这三个学生，通经验到真特别的宗教经验。搁接落去，2个人出现，以利亚甲摩西甲耶稣讲话。因2个咱知，以利亚代表的旧约的先知的传统，摩西代表是律法的传统。这2个人嘛真特别，旧约拢描写因拢有迄种神秘的经验，也拢甲山有关系。以利亚，咱会记得伫《列王纪上》19章讲到，伊甲上主相拄，迄个特别的经验。上主为伊边仔经过，有足大的风，山崩招离，毋过上主无咧风内底。风了有地动，上主嘛无咧地动内底。地动了有火，上主嘛无咧火内底。火了后有细搁轻的声，互伊通听见。以利亚嘛真特别，咱知伊并无经验就死。伊是坐加利亚风，受接上天。摩西的经验嘛真特别，伊嘛上山，领受上帝律法，就是10条诫，迄个石板。出来记记33章嘛讲到摩西甲上帝真特别的关系。伊讲上主甲摩西面对面讲话，亲像人甲朋友同款的讲话。咱看到这2个人伫耶稣身躯边出现，因2个是代表伫旧约内底经验着上帝神秘的经验的代表。总是今仔日故事内底，咱看见耶稣比因2个搁较大，也搁较壮高。面对这个情景，彼得伫遐讲：“列比，咱伫遮遮好诶，来搭3间寮啊，一间互你，一间互摩西，一间互以利亚。”会想到这，摩西彼得可能感受到这个宗教经验真特别，想讲会当甲延长
还是保持即种的经验，所以讲，会当带落来真好。那亲像旧约迄个带平仔节的经验，总是经文嘛讲着，伊伫遐经验着即个宗教经验真着惊，毋知影要讲啥物话。接续落来，有一片云甲因搭咧，阁有声伫遐讲：，即个是我所疼的囝，恁着听叹伊。到遮，咱看到今日规个宗教经验上要紧的主题出现啊！伫遐要宣告，耶稣毋若是基督那定，吼，咱顶礼拜才听见彼得伫遐告别，耶稣是基督，吼，伊毋是敢若基督那定，伊是上帝的囝，是上帝所疼的囝。伫遐魂内底声讲，恁着听叹伊，这嘛，互咱想到旧约申命记18章15节，摩西伫遐讲，将来有一位先知，恁着听叹伊。这个角色嘛，甲以利亚真有关系，因为旧约最后一段经文，马拉基书第4章伫遐讲，伫上主迄个大佮通惊的日子要来以前，以利亚要先来。各位兄弟到遮，即个咱拄仔讲真特别的即个宗教经验，到底这三个门徒是经验到什么？啊是讲耶稣甲因带去到什么款的一个境遇内底？学者有无共款的看法？有个人讲，因伫即种有限的生命中间，经验到迄个永远、永恒，吼，体验到永恒。嘛有学者讲，因大声去谈着将末的迄个改变。有一天上帝国来的时阵是甚物款的情景？因有机会去谈着迄个味，吼。总讲一句，这个经验对因真要紧，因为搁落去，当因经验到耶稣基督面对定十字架死，搁活的经验的时阵，因会回想到这段经验，互因知影讲，耶稣是上帝囝，伊也是人子，要通过死带来新的活命。教宗大利奥，Great Leo the Great， 讲到这段经文，伊嘛真有意思。伊讲耶稣伫遮为什么会变貌？是要互学生内底将来面对十字架迄种的见笑甲痛苦通除去。因为当因已经经验到耶稣稳密的这个荣耀的身份的时阵，迄个受苦的见笑，袂互因的信仰来得到伫遐袂歇吼。所以这个经验对学生讲真要紧。搁落去，这个经验就无去啊。咱看到以利亚甲摩西消失，因四面看一人，只有看到耶稣，无别人伫遐。然后当因落山的时阵，耶稣甲因命令，讲人子对死人中间过活以前，毋通将所看见的甲人讲。耶稣这个命令真要紧。有解答咱对一开始就有的迄个疑问：为什么马可福音有一连串讲起这个弥赛亚的秘密？每一家人讲到弥赛亚，讲耶稣是弥赛亚，耶稣就叫因点点毋通讲。原来耶稣伫遮，互咱讲起迄个关键，关键就是人子对死人过活以前，毋通甲人讲。换一句来讲，要真正认捌耶稣是啥人，无其他的办法，就是要经验到伊的死、受苦，佮对死人中过活。这个秘密单，互咱通得到明白。不过，佮落去咱看见
学生斗单对这拢还阁疑问无清楚。经文讲，因将耶稣的话藏伫心内，私底下伫遐议论，对世人中讲话即句话是甚物意思？6天前，耶稣开始甲因教导关于伊要面对的命运，伊要死、要受苦、要过活，总是教单，因还是无理解。为什么无理解？上面因仔亲像对耶稣是谁，还阁袂晓。另外上面因嘛无法度理解死过活是甚物意思。这个时阵，因进一步问：是安怎？经学教师讲以利亚一定会来。因接受耶稣是弥赛亚，但是因还阁袂晓。伫弥赛亚要来以前，以利亚敢是爱先来？结果耶稣甲因回答：以利亚已经来。确实，咱对马可福音一路读到这个时阵，咱知影经文内底因甲咱讲，以利亚就是咧指行洗的约翰，人子呢是咧指耶稣。这段经文对初代教会真要紧，因为初代教会无偌久会甲犹太会堂发生真侪争论。当犹太会堂这领袖讲耶稣敢真正是弥赛亚，初代教会会当回答：因为行洗的约翰已经先来批判道路，耶稣就会当正做基督来到咱中间。这段对伊是上帝囝的这段宣告真要紧，伊嘛需要咱定心去认捌上帝囝的本质是甚物。就亲像顶2礼拜，当彼得讲耶稣是基督的时阵，耶稣就要通过人子爱受苦、死、搁过活来定心定义弥赛亚是啥。今仔日，当耶稣显现伊是上帝囝的身份的时阵，嘛搁一解爱用人子就爱受侪侪苦难，互人藐视这个经文。来定义上帝囝所要行的路，这是今日咱所读头前真要紧的这个经文，甲对伊的解说。接续落去，咱看14、19、29节，因落山了后，看到伊的其他学生甲经学教师伫遐辩论，群众看到耶稣，真着惊。是安怎会着惊？敢讲耶稣身躯顶还阁带有迄个神圣的光辉吗？毋知影。接落去，耶稣问讲：恁到底在争论什么？才知影讲，原来有即个去互野狗、搁臭耳的鬼附身的囡仔，互伊的老爸带来，要求门徒甲伊赶出去。结果门徒拢无法度。这件事当然，互学生伫群众的眼中真歹看，因变做真无能力。耶稣对这嘛伫遐吐气，伫遐讲：哎呀，毋信的世代，我要甲恁待偌久，我着忍耐恁偌久。耶稣对学生的毋信，也感觉真不满。不过呢，经文的焦点为学生随时转到这个老爸甲迄个去互鬼附身的囡仔，所以搁落去咱读到17节到27节，就是一个新约的故事，就是赶鬼的故事。总是咱做一个现代人，咱今日读到这个故事咧描写这个囡仔破病或者细节的时阵，咱一看，咱马上就体会到，这个囡仔应该是患着这个咱台语讲羊型啦，羊型的病，癫痫症，癫痫症。不过，
咱也知影，耶稣迄个时代，甲咱今日即个时代，对病破病有真无共款的理解。伫耶稣迄个时代，所有的病，拢甲邪恶的势力有关系，是因为邪神附身造成的。对咱活伫今仔日科学医学的时代的人，咱知影即个病若会当诊断出来是阳性，安尼咱就应该甲伊交互专业的医生来治疗才好，毋是甲伊当作去互鬼附身。这是咱今仔日即个时代爱去分辨真要紧的功课。不过时代虽然无共款，专业的发展无共款，即个故事内底老爸学习即个信心的功课，对咱今仔日拄着人的困境，拄着人破病，抑阁是真好的功课。整体来讲，这段故事的主题是咧讲有信心还是无信心？有信心还是欠缺信心？伊内底有两条故事的线，头一条咱都已经读到，伫对比门徒的毋信，甲耶稣的信；门徒的无能力，甲耶稣的能力。另外一条故事的线是咧对比耶稣甲即个老爸的两个人的无共款。老爸的信心若亲像还无完全，还阁矛盾，总是耶稣出自怜悯的心，用医治的行动来甲回应。门徒欠缺信心，那真无容易解决。耶稣嘛，伫遐甲因讲：恁有啥物无能力，是因为恁无信。相对的，这个老爸信心虽然无完全，却会当经历考验来成长。咱看见伊甲耶稣中间这个对话是真有意思，也值得咱好好来学习。老爸在描写伊的囡仔会病情了后，甲耶稣讲：“你若话，求你可怜阮，帮助阮。”耶稣甲讲：“你若讲你若话，有信的人，逐项拢话。”囡仔老爸听到这，随时话讲：“我信，我的信无够，求你帮助我。”老爸的回答已经对原来无信心转变做一种祈求，一种祈祷。我的信心无够，求你帮助。这是出自伊的听的祈求。伫遮，耶稣讲有信的人，逐项拢话。即句有信的人，当然咧讲耶稣有信心。总是嘛指向这个老爸潜在的信心。老爸的信心是有可能发展出来，也因为安尼，耶稣就出手医治伊的囡仔。即句话内底，耶稣讲有信的人，迄个信无对象无受词啊，信象无讲信象。耶稣无讲你着信我。啊，是讲你着信上帝。耶稣敢若讲，你若有信，逐项拢话。所以信心是会当带来医治的。伫马可福音内底，咱一直读到这真侪故事。破病的人是因为别人的信心得到医治。咱会记得第二章，有迄个变碎的人，有4个朋友，因为因的信心，互伊得到医治。第7章，咱无偌久进前才读到腓尼基的妇人人，因为伊的信心，伊的查某囝得到医治。第7章，佫有讲到一个下教佫讲袂出话的人，因为有人带伊来耶稣面头前，因为别人的信心，伊也得到医治。进前第8章，伫伯赛大迄个青眉的人，嘛是有人因为因的信心带伊来得到医治。今仔日，这个囡仔
经文拢无讲伊有信心啊无，但是因为老爸的信心，伊也得到医治。咱为着别人展现信心，真要紧，因为毋但会当帮助人，咱家己的信心嘛会经历着成长。亲像即个老爸对信心无够，到尾啊变做我信的一种确信。今日故事上尾，当耶稣私底下甲学生入去厝内底的时阵，学生佫甲耶稣问：是安怎阮鬼拢赶袂出去？耶稣甲因教导讲：即种鬼只有靠祈祷才赶会出去。对马可来讲，祈祷真要紧，祈祷是神圣的气力甲医治的媒介。祈祷毋是讲表现咱真敬虔，所以咱要治啥，上帝要互咱啥，有求必应，毋是有求必应。祈祷是不断亲像耶稣，独甲上帝沟通恳求。咱看见耶稣有时阵去旷野，有时阵去山顶，伫遐祈祷。到尾啊，咱知影伊伫克西马尼园嘛，甲上帝伫遐祈祷沟通。祈祷是学习将咱的需要交托上帝，知影伊要为着咱来成全。各位兄弟，咱今日看这段真长的经文，内底也有真侪的故事。这段经文对咱，我想有两个真要紧的启示，咱做伙来学习。头一个，今仔日经文内底，互咱看见耶稣显露伊的身份，伊是上帝的囝，但是这个囝是要去用牺牲上帝所疼的囝。马可福音拢总三解讲起耶稣是上帝的囝。头一解是耶稣在洗礼的时阵，上帝伫遐宣告：“你是我所疼的囝”，确立伊的身份。第二解就是咱今仔日读到耶稣伫山顶变貌，魂内底有声讲：“你是我的囝”。搁一解就是咱将来读到15章，耶稣去用钉十字架的时阵，当一个罗马的军官看到耶稣顺坦上帝旨意死伫十字架顶的时阵，军官讲：“这个人确实是上帝的囝。”伫咱今日经文内底，咱看见当魂内底的声讲：“你是我的囝”的时阵，这个上帝囝的身份是结合荣耀甲受苦这两项代志。耶稣显露伊荣耀的身份的时阵，上时讲人子爱受苦，这是上帝拯救计划真奥妙的所在。咱伫耶稣身躯顶，上时看到神圣的气力，甲迄个愿意牺牲的迄个软弱，上帝荣耀。甲基督愿意屈低家己，卑微受死。伊是上帝囝，展现上帝荣耀，甲上帝为着咱愿意卑微受苦。关山顶讲到我所疼的囝，嘛，互咱想到旧约亚伯拉罕献伊的囝以撒的故事。这个故事。还是这个描写，互咱真清楚看到，上帝这位神圣的老爸，伊准备好要牺牲伊的囝，做上帝独生囝。上帝并无甲耶稣保留起来，无要互咱。伊通过伊的疼的囝，降低家己，牺牲家己，要显现伊个荣耀的记号。60几年前，日本神学家其他莫里北新家宗，伊用写一本真要紧的册，引起全世界神学界的注目。迄本册叫做《上帝的疼的神学》，上帝在受苦，上帝在疼。伊惊日本人无法度了解
无法度了解上帝牺牲伊的囝的故事，伊用日本民间的故事来表达即个上帝疼的故事。咱知影日本民间有一个真出名的故事，就是日本的即个幕府将军战争失败，在逃命的时阵，将伊的囝交代伊的一个罗卜，带迄个囡仔通逃命。即个罗卜家己嘛有一个囝，所以相时带两个囝逃命。伫遐走，爬到山顶，后壁追兵一直咧追，到尾已经无法度，伊敢若会当带一个囝继续逃亡。伊将家己的囝放伫一边，带伊的主人将军的囝去逃命，来得到囡仔得到活命。其他魔力讲，咱的上帝就亲像即个罗卜，无顾伊的囡仔的性命，为着要保存别人的囝的性命。抬杠在咱要迎接耶稣降生，耶稣来到这个世间，就是上帝愿意牺牲伊的囝，互咱这的其他是伊的囝的人，通得到活命。其他魔力的这本册，互咱搁较深明白上帝牺牲伊的囝的意义。第二项，咱今仔日对经文内底要来学习灵性的真要紧的溃烂。经文内底甲咱讲，文道拢无理解，嘛无真无能力去回应。咱嘛同款，有时阵咱经验到一寡宗教经验，还是讲咱感觉讲，上帝哪像通过一个特别的代志，甲咱掠条咧，总是咱无法度明白伊的意义。有时阵咱会讲，上帝今日互我经验这应该有伊的旨意才对，但是咱无明白。有时阵咱拄着这种经验，咱嘛亲像彼得安尼，想讲无来打几斤料要互咱的经验通继续落去。总是另外一方面，咱嘛亲像彼得会惊，也毋知影要讲啥物。当耶稣邀请咱参与伫伊受苦甲死的经验的时阵，咱感觉困扰，无法度理解。总是当落山的时阵，耶稣甲学生教示，将这个神秘的经验，甲因爱做门徒的代价，甲结连起来。恁今日经验到这个宗教经验，就是爱恁有气力通去成做学生，成做门徒。迄个高峰的经验，甲咱参与伫耶稣受苦的道路，爱结连做伙。咱中间侪兄弟，捌我的阿伯、三伯，地连德牧师。地连德牧师伊有写一本自传，叫做《人生20》。人生20，为什么呢？伊在日本时代身躯足勇的，伫高中的时阵就去报名，迄阵要开始战争，去读日本人的学校去报名，考到空军，无偌久去互送去日本训练受训，要驶飞行机，结果最后去互编入去神风特工队，咱知影就是准备要去死。坐飞行机要去弄船死，伊的教官甲讲：人生20，人生若活到20岁就有够啊！牺牲，生命就灿烂开花。结果要去战争前2礼拜，战争结束，伊无去坐飞行机，嘛无去死。伊家己几啊个月中间。为日本倒转来到台湾，伊开始咧想，我的人生，上帝敢若互我，搁一届有活命，安尼我要创啥？我要做啥物？那亲像有即个真特别的宗教经验，煞毋知要安怎。结果伊领受呼召，决定献一生互上帝。即个性命是上帝互我的，就互上帝来用。
我的三伯是阮爸爸兄弟内底上长寿的，怎啊90几岁，还佫不遮健康。咱回顾伊的一生，为20岁以后做遐尼济真水的贡献。文图咱今日读到经文，灵性无法度、无能力，总是经历这个宗教经验，耶稣呼召因用做文图来回应。对这种无能力，耶稣伊的回应真有意思。伊讲：甲迄个囡仔带来我遮，甲伊带来我遮。耶稣爱咱学习，将咱家己带到伊的面头前。当耶稣讲有信的人，逐项拢话的时阵，毋望咱也学习这个老爸，回应讲：我信，我的信无够，求你帮助。当咱经验到人生气力无够的时阵，咱会记得耶稣讲：甲伊带来我遮，也是甲咱邀请，你着来我遮。咱确定要做伙领圣餐，甲主同坐倒。领圣餐每一届，就是将咱家己带到上帝面头前，领受伊的恩典、伊的应允、甲伊的疼。毋望咱也将学习将咱真破碎、无完全的信心带到上帝面头前，伊的恩典教咱用，也要成全咱行人生的道路。咱做伙来祈祷。恩典疼爱上帝，阮今仔日通过学生经验到耶稣变貌的故事来学习，做耶稣做上帝囝的这个意义。也恳求你帮助阮，亲像这个拄着宗教经验的学生，进一步体会来做文图爱付出的代价。也阮通过故事内底，迄个囡仔去互贵妇生的老爸所经历的信心无够中间，来回应讲：我信，我的信无够，恳求你帮助。当阮今仔日甲你做伙同坐倒的时阵，也恳求你通过你的恩典，来成全阮每一个人无够的信心。互阮伫恩典中间，伫你的恩典中间，继续来成长。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伫圣礼殿进前，即时请起立，咱做伙来读使徒圣经，做咱信仰的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字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来岛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5年久。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担在全能的父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的讲，世道的上土，做下辈，因为结果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小会有接纳一位为俄罗斯来咱 Robert Rakipov， 伊的汉文的名叫做冉龙博。有经过小会甲问道理接纳，咱今日要来甲伊洗礼。Robert， 请你来前面。因为伊听无台语，所以我用华语来主持伊洗礼。
我们得到帮助是在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的名。亲爱的弟兄姐妹，请注意听耶稣基督设立洗礼的教训。他从死里复活以后，还没升天以前，曾经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就像当时彼得叫人悔改，信耶稣基督，又受洗。今天我也要如此对你说：你必须深信，你若真实悔改，告白你的信仰，奉他的名受洗，这圣礼就要成为你罪得赦免的表象跟印证，又表明从圣灵得重生而与基督连结。Robert， 如今你要受洗，你要在上帝跟众人面前回答我所问，来告白你的信仰。你信上帝为你的天父，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圣灵为你的保惠师吗？你是否诚心悔改认罪，并信靠耶稣基督的救赎功劳呢？你当依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服侍他，一生行他的道，尽信徒的本分。你愿意如此行吗？这时候我要宣告，请我们会众起立。Robert， 你已经告白你的信仰，我奉教会的头，也是大人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暨南小会的权柄，接纳你成为成人会员，有份于上帝的宴席和新约的恩典。我们一起祷告。全能慈悲的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如此的恩典，用这个圣礼接纳你的儿女进入你的教会。愿你祝福他，求你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坚固他，以你的恩典赏赐他，使他结连于耶稣基督而得主充满，永远在你里面。在试探的时候保守他，使他能够在信仰上打美好的仗。愿你的能力扶持他的软弱，保守他安稳在你的爱里，使他能一生一世服侍你。亲爱的天父，求你使我们每个人参与今天的圣礼后，也更明白洗礼的意义。求你赦免我们，因为我们离开你的道，亏欠受洗的恩典。求你使我们真心悔改，引导我们回头归向你，从今以后成为你忠实尽责的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请包括的转身，我们请小会员来接纳他。
请那个玉贤长老代表教会送他一本圣经，还有他的洗礼证书哈。我简单介绍一下 Robert 他叫冉荣博哈，他现在在大同大学念书哈，他是俄罗斯的那个达斯坦那边出生的人，原来是穆斯林的家庭，但来到台湾，他深深感受到上帝的恩典、基督的恩典，所以他愿意接受洗礼啊，参与在我们教会里面啊。我们再一次一起来欢迎他。咱这是要做伙来坐祷，甲领受圣餐。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记拿属伫伊的教会的陪餐者来三甲守主的圣餐。恁若着磨背重担，着就近我，我要互恁安息。我伫门外拍门，听见我的声来开的人，我要入去就近伊，来甲伊食，恁也甲我食。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恁伫地。所听兄弟姊妹，请你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摕饼祝谢来背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捧杯讲，即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见若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主要说去往卖迄暝有摕饼。背开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食了后，也捧杯讲，这是我的血，为着恁所流的，要食做新的约。每一摆啉的时阵，着安尼行来纪念我。咱较鼎丢落。分的时阵，饼甲杯会做伙一摆互咱，咱才分两摆来领受，咱只是请小会员来分这个饼甲杯。咱一概请两拢收落来吼，咱敢若小准备迄个饼，迄个塑胶炉爱甲拆开，较领迄个杯爱较细腻，甲迄个顶头的迄个塑胶盖嘛甲掰开安尼吼。
主要所予人骂迄骂，又提饼祝谢，咱大声照伊的款式来感谢上帝，咱做伙来祈祷。主上帝，打阮照你的命令摆设即个宴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祀，阮谦卑求你找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者的摆列伫你面前所赏赐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者的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恩典的帮助，会当成做阮属灵的朋友，也会成长伫你的恩典中，通荣耀你的圣名。奉主耶稣的名，阿免。主耶稣讲，这是我的饼，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请咱做伙来领受。食了后，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的约。伫我的血设立的，见若啉的时阵，就安尼行来纪念我。咱做伙来领受。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三甲伫地。咱来做感谢的祈祷。阮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阮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真活的食物，搁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囝奥妙的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国度的后裔。阮的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予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率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当继续即个圣洁的交通，对打以后通荣光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咱做伙来唱圣诗361首，来回应上帝，互咱的恩典。
请坐。这时是公祷的时间，咱要为着下面的事项来祈祷。头一项，为着圣诞的感恩预备会，就是伫个今日下晡预备会11点开始到3点的预备会，甲圣诞的下午茶会，就是福音的茶会。第二项，为着圣歌队伫个平安眠的礼拜，甲圣诞赞美的礼拜，来祈祷。第三，为着教会建堂经费的奉献，甲借款的认领，请咱大家做伙出声，同心来祈祷。这时，请司县长施淑珍执事带领咱做结束的祈祷。感谢上主的怜悯疼痛，互阮通过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得到救恩。阮时常伫甲主同行的运典中，那亲像主的门徒伫山顶，看到主耶稣的阳光，我嘛真意爱。亲像门徒所讲，搭三个寮仔，伫迄个所在，总是主你爱阮落山传福音，你嘛亲身带领阮实践主你的公义甲疼痛。伫圣诞这期的时，求你帮助阮，用实践你的教示的心志，陪伴迎接你的降生。阮特别为今仔日的感恩预备会、圣诞福音茶会，求主甲每一位参与的同工、会友、新来朋友三甲之地，伫逐项顺序的过程，经历圣神的带领甲感动。阮也要为圣歌队用心陪伴平安眠礼拜、甲圣诞赞美礼拜，献上感恩甲祈求。求主将上水的声音授予予每一位服侍者，互圣歌队服侍亲像早前天使报佳音一样，奉献予主，也感动所有参与的会众。伫一年伫要结束，阮孝念主的恩典，求主也帮助阮众会友有共同合一的心志，回应主的恩典，为教会建堂经费的需要奉献。或者是认领借款，阮将逐项祈祷摆在你的面前。主你知，阮有时也亲像今仔日圣经节中囡仔的老爸一样，阮信总是阮的信无够，求主帮助，加添坚固阮的信心。安尼祈祷恳求，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这时来奉献，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这时先来报告。请咱先开周报。
即时请大家起立来用奉献诗来做咱奉献的祈祷。请坐。即时请咱掀开周报，看通知事项。12月份的地月长老是林世宏长老。今仔日咱是点到第3期的婚人甲事业大节，是代表喜乐甲宣告。圣礼典。伫个12月24拜六暗暝，咱嘛是要主持圣礼典。迄天拢总有4位朋友要接受洗礼，这是真欢喜的消息。第3项，家庭奉献日，请咱为着咱的家己的心愿，照家己的心愿来关注。第4项，12月太泽祈祷会，伫个即礼拜3暗时，伫个大礼拜堂来举行，欢迎邀请朋友来做阵来参加。第5项是真重要的代志，行政部门2022年的结算的通知，咱的奉献截止日是12月25，就是后礼拜。支出的申请是伫个12月30日，请会友甲各部门留意咱的计销的时间来配合办理。第6项，圣经学校有要补课，时间请咱家己看。第7项，2023年咱的停车场，咱的奉献维护的奉献金额调整做1000块。若需要停车的会友，请办公室迄边来登记。第8项，今年的圣诞庆典活动有真侪除了咱有圣礼典以外，今仔日11点，下面咱有祈祷会，阁有下午茶会。祈祷会今日的中昼嘛是爱。因为是义卖，所以中昼顿嘛是爱请大家来用义卖的方式来买即个中昼顿一份是100块。伫个宣教中心的地下室遐，咱有举办义卖会的会场，迄边有足侪物件，欢迎大家踊跃来参加。伫个11点到3点，请大家把握这个机会。福音的下晡的茶会是伫个1点来准时开始，邀请大家参加义卖会了后，会当参加这个下晡的下午茶会。伫个23暗，大港之夜与神密契，迄天咱要邀请音乐密契人生4月乐集。来甲咱做阵参与，迄天12月21日祈祷会会暂停。平安暝12月24，迄天有平安暝的即间礼拜，迄天咱嘛有要洗礼，甲开放圣餐。圣诞赞美礼拜是伫个12月25，早起是10点，要做一个联合礼拜。
主日后嘛有真侪圣诞的庆祝会。伫个25号迄天中昼嘛有真侪因的音乐剧吼，嘛有爱餐，嘛有搁一个摊位，那欢迎兄弟踊跃来参加咱的少年小朋友吼因的表演。圣诞爱餐是伫个12月25中昼来举行，参观1张50块，礼拜煞了后会当向招待处遐来买。今日是上尾一天，要订参观吼，请大家把握机会。团契消息，甲讲座的消息，近期的时间，请咱家己看。后礼拜的事项也请咱家己看。顶周的出席甲奉献，咱遮特别咱为着咱真感谢，因为有人替咱奉献吼真侪真金额，互咱今年的。达标吼，咱一年2000万，咱有达标，咱实在是真感谢上帝吼，咱实在是真有稳定。咱这人教会领受遮侪人的关系，但是还阁无够，所以阮今日的预备会，就是为着这，希望大家会当为着教会，借款会当进来请。以上报告，只是请牧师替咱做补充报告甲请安。大家平安。今仔日咱有2位人客吼，一位是黄义贤，是王兆邦的太太，来咱请欢迎吼。另外一位是咱今仔日洗礼这个 Robert 的朋友吼，伊子嫣。原来伫台东大学伫遐读册吼，咱请彼此互相请安吼。这是内音信息397首，397首，愿主赐福保护你。音时线请陈牧师教导，请起立来吟。愿上帝平安，把一切人所想会到的，伫咱的主耶稣基督内面，保守恁的心思意念、生活、服侍甲工作，对即时到永远无煞。阿免。请坐，祈祷聚会。若有需要带动的兄弟，请到后面雨伞卡，服务师甲同工为你来祈祷。欢迎参加后壁的预备会，甲买参观来买中昼顿。今日的礼拜到这。